军营。要谢谢老师们，对不对？对，老师3个字都出来，对啊就是说干得好。他说他血都快抽很久筋了。没这么活血了，不是3个字啊，是5个字啊。 5个字啊。北风吹铁就去南方。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就结合起来，对出现在田传业比赛。哎呦，哎，黑狗你用啥对冲组拿冠军，我们就是新传师嘞。来丢那年，嘿嘿。356马冲啊，心多快乐，莫冲过的心爽，老年大擂台，闹热强下來。體育大家好，我係馮姑來，嚇。今仔大家好。係啊，也要嚟到呢流行歌曲組嘅波比爭霸賽，係目前的 V 面照利用館呢一表情。好啦，好來，比賽之前的介紹的評審先上來。歡迎葉家樹先生、齊兆義先生、宋飛先生、東東先生。呢先生介紹太啦哎嚇，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啦。年間未帶來，奉天不負苦心人。哎呦，來談過啦。唔好鸳鸯牌，唔好談緣快，命運自家來安排。人生是海浪，要過也要帶，一時落難愛原來，有心不怕瘋狂與搖太，有心。天寒與條山，為到將來，為到命生，千辛萬苦也愛開。一份努力，一份施捨，不偏不負苦心人。呢條歌係日爸爸係唔唱嘅係嘛？係冇？啊，孝親歌。重温阿婆阿婆上擺都講過，誒講過我我唱過本阿婆唐詩的歌。哦，唐詩的歌，哦，希望之前播出來阿婆都唱唔識嘅，動作唐詩，當都東多他們是哦。哎呦，還是要為了阿婆。今天是孝親歌啦。孝親歌，孝親歌，不過唱得很好啊。唱得有啊，哎呀，因為對啊。個嗓動扎實啊，嘿嘿嘿，哎，扎實。也蠻適合這種。蠻適合的啊在疫情上那個聲音也很扎實啊。對啊，我只感覺哎呦，今年有先安呢啊，較傳統的東西，但是哎傳統中古流行的歌誒。還不錯，可是創起來還是有你們那種
好上瘾的迷途。嘿有，他有运动有差啦。我们最近在讨论运动的问题。对啊，给他上运动长。格斗家呢？嘿啊，是不是？然后到格斗家那么厉害了？没有了，业余啊，爱运动而已。爱运动，还有就你不是没有出去比赛？有比赛，有比赛嘛？有比赛。哦，比赛有得名。你在格斗的时候，你会不会最怕就是人家打到你的牙齿？没有，谁都怕吧？还这样打到面动对啊，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要故意牙齿给他打一下，看会矫正。对，自动矫正。他会这样打进去吗？他只会断掉而已吧？对，他把练习的时间猛吃宽了。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大家不用矫正牙齿啦，直接一拳来就好。慢慢捶进去，还我飘飘拳。还有拳上。如果可以这么方便的话，是。你穷没走的呢？对啊，来，冲台来啊！冲台来，请嘉轩老师公平哈。根本冇简单哦。你有去翻斗，烫斗上的地雷，去翻斗啦。翻斗。嘿啦，俺讲你烫摸黑哦。哎呦。哦。以后这种事情我们上来就要讲。上摸墙跳过按台北吼。哦。啊，就得用黑人做个重过啦。不过吼，我感觉它有点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气不够，所以它本来的坏毛病尾音拖很长就没有了。哦。就到那里它就没有气了，就反而在这首歌变优势了。哎，对。然后。还蛮棒的地方就是它这样断掉了以后，前面就不太会抢拍。不过第一次还是有点抢拍了，比如说有些那个地方，它前面就稍微抢了一点点。不过哦，俺没请活了，俺是感觉讲，俺就唱出了，所以也没有特别扣你分数，因为当他选这首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觉得他的实力就应该唱的比较更困难、更能够有表现的歌，但是听起来一听到声音就知道，哦，原来他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他下次再继续努力，等感冒好了。孝亲啊！他就一方面表示孝亲啦，阿婆会烫，哎啦，阿婆耳烫哎，哦，喊白下一次就唱一些比较难度。对，感冒好了以后就可以唱一些比较挑战的。对，然后就一飞冲天，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哎呦，好，继续加油，好不好？好，安之 C， 好了，来，看一下给个分数了。看一下原跟比个分数。61.5分。哎呦，分数对你来讲还好。对吗？你最高拿到几分过？像有95分，94.5还是95吧？对嘛？哎呀，其实一万的实力啦。对啊，他刚来的时候让邱婷姐回去那时候。所以今日各位英雄都两个神经，没有挑战性啦，哎嘛。冇啦，主要会感冒啦。感冒啦，不，主要友好啦。孝亲歌嘛，对吗？哎呀，我本阿婆糖哎，好吧，好，下个礼拜有不一样的这个挑战的歌曲，有好嘞，好，谢谢安之 C 的陈月当头，好嘞，沙落去从你带来梦。在什么的三望突出，下一拜硬界多好老公，你也在什么的爱群徛，下一拜硬亲的多好条路，你也在什么的命将将冲动爱，冲动爱。你也在什么的爱有用神？下一拜硬背的印象，你也在什么的山多安家，
黑马银给莫耶呀，你呀在什么娘娘家，冲动爱，冲动爱，啦啦啦啦啦啦啦。你也在什么目标目标归来的路，你也在什么爱记得爱等地呀等你归来呀。脱胎换骨，有。你今天这衣服怎么了？是啊，脱啊，这样就好。对不起哦，我忍不住手就过去了，想要看看里面还有别的穿搭嘛，但是也很好看。对。唱歌唔讲俺意思在讲给冲狗。冲狗嘿，同金钱某汹涌呢，这首歌有特别练习哦。有。真的哦。是谁？来你先讲。我觉得上次表现不是很好，上一次我就。你从法舒哈还是时间吗？法舒哈，你自己知道啊？没了，所以这首歌是你就特别挑选，还是谁帮你选？老婆选，然后我再到2条歌哎，对，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唱给我们家宝贝听。哦，你女儿听得懂吗？他都会陪我练歌啊，他只会一句，你家在什么？上门图书，他只会一句。对啊，这首歌真的很棒哎。条歌的优秀三下。邱淑婵啊。条白加工家同期讲嘅发，比如下周2条歌诶。哎呦，真的。你家在什么？我记得。上门图书，哦，这样的啊，真的，你可以把这个就生活当中的一些话语，就把它写成一首歌，好厉害哦！每对家公嘅记忆啦，非常棒的一首歌。知道你会表演呢？以后呢，自家弹起来。也希望你女儿真的听得懂这首歌。结果睡着，我好难过，好难过。没有，他表示陶醉啊，没有他醒着。好了，来，从说来讲，这位先生来公平哈。总理吼，你家啲讨爱人嘅之间，因为邱淑婵啲闭演唱会时间啊，T排唐罗亚书歌曲的时间啊，吃到哇也太厉害了吧！这种我吃到佢完全体现到嘛个。讲法像唱歌的像讲法，我根本係知道重點咩要按你表現，因為我當時有看聽到西來嘅唱兩首歌曲，我記得上擺係李彥鳳嘛，佢有唱，喺冇叫後生人唱，同做爸爸人唱完全冇咁樣哦。喺同大家分享嚟講，你講故事本人談嘅時節，最重要係第一句，你第一句講出來嘅話，你做得嚇人冇，你嚇到人，我真有辦法。下去，根本佢天機佢出下動嘅，一定係什麼嘢？嗰種天然嘅感覺，還有嗰種關心，又講講哦，我你係什麼嘅態嘅，我本來笑麼？那個完全當爸爸的心情，完全唱出來哦。你幾條歌嘅，雖然講你嗰個難度特技旋律啦。歌詞啊都差唔多，你要用版啲咧3段4段底背度表現人家層次，最重要就是你的口氣，你的口氣抓得太好了。不過你喺我彈幾首歌曲，我知道你根本做得拿到當好嘅分數嘅原因，還有喺正經愛講有乜嘅改進嘅地方，看佢上台來記住，他非常的，你看他到現在都沒有變哦，他的腳。
那个脚开的角度也是一样哦，然后身体都没有变哦，他就一直处于很僵，他就是一个宪兵的感觉，对，就是没有动。站岗。这个其实这是一个会影响唱歌的姿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常常说后脸没肌肉，你一讲你太狠呢，要讲同一个姿势，它其实就硬掉了。譬如讲你在唱啦啦啦的时间，懂哦？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它反而没有人的味道，没有爸爸的味道。如果他是要讲的话，还有听一套呢，你这些等logo 的时间，那个是会被我们听到的，你懂我意思吗？就像你要聋哑，那卖的聋哑，某也讲嘛事情，你不可以先准备好，你要像爸爸又要像哥哥一样。我觉得唱歌没有按的感觉，不过佢要表现真件同好，特别係最每一集，我真有看到你，就是有那个火，有温暖的感觉，叫。等你归来呀，等你归来呀，这样有那种更温暖的感觉，就不会沦为说教。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叮咛啊，我觉得很棒。加油！谢谢。厉害啊！那今天成绩应该不错了。应该系哦。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总理嘅分数。好嘞。有进步，有进步哈，加油！有进步，加油 ，OK， 好，耶，很棒，好，下次再穿少一点来啊，全脱，是也不用穿。啊，谢，好了，沙落係李允慈帶來嘅公公。來，彈啦。你了嘛嘅愛離開條擺單純嘅世界。吹寶節咯，唔知啊，仲下要吹寶節。大概元旦大家熟巴古坡街條會潮年來唱熟菜跳開始，然後炒菜跳，大家吹寶，係，然後打扮雜扮，然後貼扮，然後大家強下包菜包。就其實家不家吹寶節啦，就開始家是強下做吹寶。哇！哎呀，他很傳統哎。家不家都傳統。古時你不會做就出嚟。天天向下搞。我不會識。不會識。有。
哎呀，陈飞琪，没有，刘云慈，刘云慈哈，唔係陳飛琪，同槍飛琴嘅雲慈，同槍啊，強樣咩對客家親友善嘅客家客語家庭，係冇，所以你即係客家家庭睇，係客家家庭。家庭睇，係傳統嘅客家家庭嗬，係，咁古坡啊，古坡屬講到大富權，係啊，李家莊嘅種嘅嘛，係，公園嗰即係大家就會窮下，大家是窮下，會打吊絲啊，打吊絲，客家菜，係，啊食板呢，係，食板會打板，有食炒蛙粿冇？有，椰板，係，有。你會講了，我現在 get 到了。客家代表啊，係啊，因為個公園嗰節聽錯過許多啊。對，啊，椰板菜包，哦，還有乜嘅粽誒，粽啊，全部都是嗰種。菜頭板，哦，好彩頭嘛。對，哦。你還有菜包節咯？有，唔知啊，粽還有菜包節。大概元旦。通常會有連假的時間，你是大家新曆嘅元旦，新曆嘅元旦，1月1號就係，係，然後大家熟巴古坡街就會潮連來，然後鄉下從熟菜頭開始，然後炒菜頭，大家包菜包，係，然後打板、雜板，然後切板，然後大家鄉下包菜包，然後當就這樣吹落去。然後大家是強下食菜包。要出去比賽啊？冇出去比賽。就其實家不家菜包節啦，我睇自家是強下做菜包。哇！就跟你三川就食菜包都出嚟啊？當就是啦，不然一日菜包日這樣。那很辛苦。佢從頭開始呢，生米啊用開始，矮米啊用開始做。係啊，矮生米沒有兩日的時間。係啊，沒有炸清楚咩？現在你有先緊米，然後先炸。哎呀，他很傳統哎。係，他不傳統。哎呀，哎呦。按古時候你不會做就錯咧。天向下搞。唔會食。而且水都煮嘅啦，很健重嘅。係。加無限，加無限，哦，是嘞，哦，有限嘞，啊，你好生意好啊，接觸到客家嘅對吧？文化嚟同學。從頭開始，佢至少第一嘛，該係雜，係前幾年就開始做啊。對，菜包節同神奇呢。以後佢搞冇自己就會做。係啊，對啊，有機會啊。好啦，好，從頭到後，從頭來談先。搶屁欣賞公平哈。清等一下，我覺得你好可愛，看到你對，然後你拱發，你嘅嗓音就是很甜美，甜甜的。好，根本你要是歌曲，這是一首很好聽的歌，但是今天你唱這首歌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整首歌的音準冇馬好。好，這個青大松根本你這首歌很多的那種下來。留下來這種連下來，還有童年最後面的那個音，所有這樣的歌，這樣的一個句子，你全部都是滑溜梯，你知道嗎？留下來就是下來，童年跟你都是全部滑過去，沒有任何的那個顆粒的那個清楚的音，這是今天我覺得整首歌最大的問題。那貴屬歌曲整個聽下來就會一直覺得你在飄，你在飄。那其實我剛剛也在跟這位老師討論你拱發給發聲的問題。其實你拱發沒按呢，然後鬆鬆的，講話也是鬆鬆的，黑啊黑板呀按呀，就是這樣。那你唱歌也是變成這樣，那你都沒有辦法把它收起來，就是清清楚楚的顆粒，所以說它就會影響到你唱歌。這是我覺得今天。最可惜的地方。那然後你的，其實你的台風非常的好，我覺得你站上來，你落落大方，你整個唱歌的時候，你整個情景都很棒。如果你在調整你的姿勢，比如說你會這樣子聳着肩，你整個人在上身在放鬆，但是這裡再挺起來，就會更對啊，對。這樣就漂亮很多。它也會影響到你唱歌的氣息。那根本你跟 Genvi 剛好兩個相反。我今天在聽 Genvi 唱歌的時候，我很緊張，你知道嗎？因為他一直趕。
他今天不只是抢拍的问题，我补充一下，不止你不止抢拍，而是你整首歌的那个情绪都一直，好，这个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完全没有。这是你今天最大的优点。我觉得你整个台风那个拍子非常稳的去唱整首歌。如果你在调整你的音准的话，你声音也很甜美。调整你的音准，你的整个姿势影响到你的音准，那你调整过来，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就会更棒。好，加油哦，声音很好听哈。好啊，谢谢啊。总体也欣赏声音的同学他。对呀，来看一下人家的分数。好，看一下李韵慈跟分数。好。这个分数。哇，袁建伟拍手了。哎，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情不自禁啊？你什么意思？你破数嘞？啊，你这幸灾乐祸。就是那个意思，对不对？啊？这个心肠多坏的。唔怕啦，不过至少欣赏有公平嘛，系嘛？哎，你从个就会有点做的进步嘅空间嘛。欣赏讲嘅东西就同低的。记来哈。不过你每一分数用嘅啦，系嘛？哈。好来从个就欢喜。好，再练啊咧。系啊，练啊，哈，到末还做留下来啊。应该是没办法留下来，按一百有机会再过来。要是后面两位忘词还是怎么样的话，你可能就会留下来。你不要乌鸦嘴。自己张嘴。OK， 好，什么韵子？谢谢，来，也可以哈，是谁？好来，杀来。杀来，李小怡带来爱很给你。好来，打过来。人生
今天这首歌也是孝亲歌吗？敢嘿，因为像个古路哈有蛮对啊，大概好像中古流行歌贡献菜啦，因为这边有一个协调啦，哎呦，真的哦，小王会找回那个从小开始唱客家歌那个热情哦，所以因子讲我来哦，对哦，全部哦，哇，唱从客家开始，嘿嘿对，所以张力没有被通知，我们还没，下次再熟一点之后就来了。如果我们他唱阿公那时候讲的话，错，上阿婆上阿公的心情是真的这样吗？还真那样的吗？真紧啦，你讲从阿公没啦，就是真的，你们讲好了，有讨论啊，真的，原跟米讲有哎。真的吗？我们忘记有一个大魔王很厉害，音乐很厉害，所以等一下动精彩。哎呦，我们两个比较古意的，那我们30岁的人比较老实，比较笨。有被弄的意思吗？你现在在抱怨吗？你知道你后面只剩1位吗？对，接下来请戴分晓。我觉得我知道你们2个真的蛮有心的。你们讲的就是保稳。是冲到安尼传统的东西。其实无嘛改变啊，可能也可能分数也可能唔会跳高，也唔会失态哦，安尼。因为要参加到俩哈嘛，会有啲好搞的事情啊。莫一停哦，莫一停哦，莫一停哦，莫一停哦。所以基本用本记是出来嗰种。真难讲，但他们要唐吉冲嘛搞一张底啊。哎呦，好啦，那他们讲好的，看老师们觉得说他唱这首歌怎么样啊？东东老师。今日小雨唱到真好，唔过艺上。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同讨论一下。第一，看变封本的时间黑洞 open 的哈，干嘛就落落大方。看中国会冇安尼感觉，其看中国像当球呢，球落一样诶，冇从一个比赛嘅果数，背有太多东西。一周成呀，看从也是国外时间，情绪冇停定上去，一层一层，一开始啊老多人去做情绪，哎呀呢個。副歌來冇誒，佢本係要走音，唔個人想逢多 nice 都冇唱好。個沙嚟聽唱啲時節，唔啱冇聽得上去。我知道主講今年唱過，其實唔可以上次看，其實唱講發樣誒，耶穌國可以這樣去個想法。你看嘅訪問時，口氣那很大的。對啊，站3幾步。係當享受當快樂嘅事情。因為今年以面嘅狀況係知道係咪？當到 sustain 回音，你強硬踩，一準。不過基本上來講，沒有很大的閃失啦，哈，冇動態錯誤。不過啪，好，我大概可以特別不該在評判席上做呀，從來感通，因為基本以前也說過，其實係一個什麼人噶，一個感情的故事嘛。還是有一些起伏而去做出來，尤其跟什麼有同好做，好，咁今日建議咗人嚟，他都很辛苦，可能跟你情緒一些調整一下，填填歌位，你慢慢地唱，你除非你咪係整個畫面就冇咁樣啦，好，假如一真係乜唔可以緊張，因為你咪嘛，錯好，這樣嚟，好，安子姐，教授老師，他拿麥克風等好久，對。我有點想打東東。什麼不爽的、不開心的？你想要罵他了，是不是？對，我有點想打東東這樣。打東東？有沒有？東東對他比較不了解。哎呀，你不曉得他瘋狂的時候會瘋狂到什麼程度。哎呀，他今天是很棒的在演繹出那種，你知道那個上海那個金大班的那種感覺。給不給衝犯是那種歷盡滄桑的那種女人，然後突然間收斂起來，假裝的是深閨的黃花大閨女。所以給不他其實他的演技是非常好的。你被家修老師發現。對，我就知道你就是太愛演了。哎呀，你真的很愛演。我現在講，因為他是舞台劇演員，對，所以他每一首歌他都有他自己的詮釋方式。對，所以愛意是個不能。東東講的其實都蠻對的，有些小地方什麼的。但是唐奕的是因為我聽過他很多的演出，所以唐奕的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因為他把它弄得很稚嫩的那種感覺哈，所以他的層次是一點就再往上加的，然後最後的那個
一个音呢稍微再抖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在我感觉，我是觉得说，我看过他那么多的演出以来，他第一次就表现出平凡中的伟大。哎呦，哦哟，就是说他有能力做得更嚣张、更跋扈的感觉，可是他把它收回来了。对，对我来讲啊，刚刚哎，这小女生怎么突然间她懂得怎么去表达内心的感觉？过去。我今天表演的是小女生，是一个比较级吗？啊，不会，对，他今天的歌给我的感觉是，从一个小女生的在表达的那种感觉，所以她努力在表演那个部分呢，甚至包括刚刚说东东说 pitch 有点不准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那种 pitch 不准的地方是因为他过去太花了，他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拿掉，他现在是一直把它全部都拿掉了以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唱法，那这是值得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少返璞归真的去真正的面对刚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的感觉。给不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做出那份感觉。哲伟一直点头呢，那显然我们有。對。正經，因為佢哋講小兒佢唱歌以來很樣版型，其實佢大家專去看轉播，他的每一段，他從第一段，他把很多技巧抽掉，變成一個温柔婉約的小女生。第二段，她開始大步的走出去，有一些轉音啊，回到她的技巧。在第三段再來大爆發。其實我覺得這首歌她做得非常有層次，我是非常喜歡的。好，哎呦，你讓所有老師坐上去啊！不是，我也很喜歡。没有，我要講的是，其實我也有聽到你的層次的不同，但是我可能就要給你一個提醒嘍。因為比賽就是個很現實的事，不是每一個老師都聽過你以前，對不對？不管你今天在這裡，東東老師你比賽那麼久沒有聽過，如果今天這個老師也沒有聽過，你分數也不會好。那你如果到外面比賽一樣，如何去調整？你要做這樣的詮釋可以，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前面要在的時候，你唱歌不能跟你的人一樣沉。你的人沉穩了，你的聲音不能這樣子，你的聲音這樣子的話才會準，你的聲音這樣就是不準，從頭到尾都不準，而且很多東西的那個小滑音你都差一點，那個是為什麼？因為你的位置沒有起來，你的人可以這樣子去做表現，但是你的位置不能跟着沉下去。跟着沉下去，我們聽起來的音色就是不舒服的，會聽到你不準，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做，然後第二段再這樣子做，第三段再這樣子做，你的都有起來啊，可是你的位置是沒有變的，位置關係到你的共鳴、你的音準、你聲線的表情，這個就差很多，你還是可以返璞歸真，但是不要忘了位置要到。對，好，補充一下好了。是，一整季大家都好夠沒有？不過其實鐵拜堂是原創過嘅，而家其他3位評判其實佢彈過動啊鐵拜堂。其實他面向很多元。對，而家你要嘅可能，你基本演的超過你的唱的情緒了，你演太多了。演一首歌同唱一首歌誒，我要 balance。假使人嘅是唔是喺演超過了，就像比賽卡突然想到我破音叫，做唔得叫，係咪咁嘅情況？所以造成有可能咁嘅情況啦。哈，不過既然聽3位老師以前你是那樣的放，那下次放一次給我聽一下，好不好？很多面向，加油啦，加油啦！哦，什麼緊張？那下禮拜就放一次哈，好不好？好 ，OK， 好了，來看一下你嘅分數。好，看一下李修一個分數。97.5分。當然講強極啊，真的分數不一定哦，分數按扣哦。嘿啊，難怪敢嗆最後一個。好，你會叫嗎？該你會叫哦？沒有，現在好叫啦。以後拜託，演可以，不要 balance，演到太 over， 身心合一。哎，對，好不好？好 ，OK， 好，OK， 什麼小儀，可以啊。好嘞，上來，也沒有聽到嘞，客家本色嘞，客家本色嘞。哎呦，為什麼這樣講好了？
五台湾，无万两线，三万大兵江山钢铁，咬强说出几十年，不是埋怨，世世代代修，安人群强宣家，用300年无改变。 摩洛铁，云烟云烟。社会在进步，沙飞过边，是非让我充满宁静。奉天誓言哈嘎尼，守护。 今天，阵阵动动走，该两山给你，英雄应该落出现，悠悠不梦诉中年，千年。 今天最爽的是来，今天人海战术啊，打得好爽啊！嘿，对啊，你这样是不是让我们后面太轻松？这两位都访问过了嘛？麦克风拿你一下，来，访问过的嘛？哈，对，你你访问过，你还替白了耶，贝斯手，他敢赢吗？你他敢赢？1/4算吗？1/4啊，也算了，也算。1/16都算。横山海路啊，一句都听不懂。 哦，来榜3这边会留一句都谈不是哦，那你不是听懂了吗？是不是？你就他答应嘛，他听懂了。哦，你们这一团啊，就3个人，有鼓手吗？有啊，有。哎，你们这一团叫什么呢？啊，那么个 MB，电风扇啊，电风扇。电风扇。MB 乐团，不记得。有鼓手。对。那今天还让我们钟老师那么累。对啊，你怎么不把鼓手老师写谱？下次再带。要谢谢老师们，对不对？对，真的，老师说他写老师说，老师3个字都出来，就是说干得好。他说他写得快抽筋了。很久没这么活血了。对啊，对不对？哦，老师。没有啦，没有。活血嘛？没有。你不是说你写到快没有爆脑筋了？没有，不是3个字啊，是5个字啊。5个字啊。怪别他搞本身呢。因为上安尼，因为上我其他条钱对。对，去总结。因为安尼上方法是上我创业。怪别他搞本身。其实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刚就是有他们刚刚说啦，真的你们真的讲好了，正经有讨论哦。对，上次录影就是有讲好，对。就是要走复古风。然后我自己就是想说，可以把，因为这首歌确实也是我小时候第一首听的歌，对，包括他们刚刚。每次还有一个主题哦。对。哇，这边已经变成他们游戏哎。对。然后不止你啊，连其他的不是客家族群的朋友，听到客家歌的第一首歌，对啊，哈嘎本色的，对呀，对呀，应该是嘛，是那样，是吧？假客家人啊，假客家对嘛？
对，然后就想说，也许可以结合我们自己喜欢的、平常喜欢的一些乐团，对，因为我们喜欢摇滚，对，然后想说就借由这次机会来改编看看。所以你们刚刚表演的时候，东东老师多嗨呀！那东浩给他给吉亚叔帮他合那个，有 heavy 有 rock feel， 对啊，有很刚刚尖尖的有没有哈？OK， 就如果你替低音不来。音不准，除了那个我有意见之外，其他全不懂。我这个他们后来那个 section 一进来，对啊，我说你那个糖在哪边去了？聽一段又唔係時代嘅音樂又錯啊，所以你下次嘅一塊表演的各位啦，所以你太多嘅同聲歌台灣踢雜事要注意你怎麼樣不要讓它跑，因為前面有個 unison 的 section 嘛，當多我找對你的音，你看你音跑掉了。哦，蛮严重的，所以你觉得他这个刚刚的编曲跟他唱的部分有 balance 吗？有啊，就摇滚派的同山歌，他搞不成咩？嘿，有够吗？你觉得够吗？我是啦，因为他加个规则 band 的一个 groove 啊，吼，我给他练咧，过会编曲，过会弹咧，把所有同个好声音的。嘅想法带你咪懂我啊！哦，在我不懂音乐的，我感觉好像那个和弦跟那个歌好像搭不起来。我现在的感觉是这样，音乐编得很棒，唱也唱得不错，和声也不错，加在一起很奇怪。嘿，因为我的感觉，因为我常年当制作人哦，两个之间彼此要让步一点。嘿，就是说你要表现你的摇滚的东西。我一开始我在听他们刚开始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些。他们很特意的要去表现一些冲突音在里头，他的扣里面有一些中途音其实在 rehearsal 的时候，就在那个，然后整个的歌曲在进行当中，就像东东讲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就音不是太准，但是那个感觉听起来的不准，我是觉得也许，应该蛮讲哦，突讲，你走个起嘎，走个弹嘎，这个是一个。我相信你们弹的东西是你们很熟的一个东西，那个伴奏的东西可能你们听过的摇滚里面很棒的东西，通通把它拿出来，把它加到这个元素里面去，但是呢，《唐山过台湾》这首歌要把它跟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像说你们两个和声加起来，一有和声的时候，发现就对了。刚刚东东老师讲的是对的，就你们和声一加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强过你的乐队了，可是你的编曲本身呢？跟这首歌其实它不是很完全的combine在一起。编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并不适合这首歌的编曲，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完全的跟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当然这样讲是有点，我有些太武断了，就年轻人也许喜欢这个调调，我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对他们这个我不敢讲，但是搞不好他觉得我们很落伍。对啊，但是我宁可落伍一点，做我自己专长的东西。对。我今天讲的发言，实在讲还是讲。爱底的东西，然后在我的感觉里面，音乐的进行差那么一点点，他们的音乐都很棒，整个3条线条走起来各自都是非常优秀，3个加在一起就很奇怪，不是很难听，也不是不合理，但是就比赛来讲，它不完整，就是说，当然也许你的成绩也会非常好，因为它起码很亮眼。是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我们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每个人都想把最好的东西都加进来，这些元素都全部加进来。就像少瑜过去的表演，经常都过分，很 over。那今天我的感觉是，这个 rock 的部分呢，用这首歌来讲是有一点点 over 了。就是说，你们如果在编曲的部分稍微再收敛一点，我直接一直在看你们的谱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你们要突出它的，就是比如说贝斯跟那个 chord 之间的那些冲突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当然就是很 rock 的感觉，听起来就是很爽啊。但是那条线条是在唐山过台湾，他在讲一个故事，然后你就发现，唐山过台湾怎么会是坐着太空船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不够combine了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对，我觉得他们心机也很重啊，对不对？讲好了说大家就是要唱这些复古的东西，结果他来一个这么现代、这么前卫的 rock 版，对吧？用我团队就要用啊，你们这能亮相就亮相的。对，这个人心机很重啊。
对嘛，对嘛，是不是？又没有说不能改变，没有说。有啊，做的啦，做的啦。对啊，对啊。有我们在群组的时候，他们说，我说我有问他们，你们有改编吗？他说没有啊，到园区我就改编。哦，就贵啊。对啊，那我就改编一下，对啊，我更前卫一点啊，对不对？做的啦。你就让我们小天老师累死嘛？5个字，送给你。5个字真的非常好，我真的好累。没了，就坦白讲，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讲说，从我在今天针对这首歌评审的角度啦，其实我更希望你们下一次更努力，再做得更好。开了眼界了，我觉得开了他们，对，为什么你会有？这是一个新的想法嘛？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编法？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他就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其实，在就是重编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用尽了各种方法，不管是 funk， 甚至是 jazz， 其实我们都有尝试过。但是我们就是一直觉得那个第一句同山沟推班会破坏掉我们前面所有。哦，其实我知道英國係聰音嘅關係。你喺講嗰改編嘅翻衝嗰個音咩改記雜音，它才可以搖得很棒。你剛剛唱得太傳統了。嘿，對，你像是2首歌在進行嘅感，有一部分啊，會不會就較好一些嘞？其實都後堂，但是你還是唱傳統的客家本色，但是你編新的東西，給模行腔哈。對，條件呐，這樣不符合規定啊。對啊，改編呐 ，OK 啦，反正你都已經耍陰招了。你們都有同學愛。好，老師們 OK 了哈 ，OK 了，分數怎麼樣？來，唱休息，來。不是我說的啊，居然被老師直接說，是葉老師說的啊。歡迎就聽下來看，要不要聽個分數？為人姊妹動力會啊，點解新傳時哦？哎，新傳時啊，哎呦，做新傳時咩？一難得咧。你有客家新嘛？對啊，你想去個客家人，啊，我離開嘅乜嘢沙皮嘅時候都唔是講客，啊，因為嘅氣功所有嘛，嗬，都有攀牙嘅客人。認真，啊！我想講，去個客家人咧，冇去認真的話，會講對不起，講祖先，人賣祖宗田，莫忘祖宗面。聽下來看，要不要聽個分數？好的。來，請讓小的幫你拿吉他哦。恭喜又聽，好來，搶燈送 V 面在波 V， 連勝3冠，恭喜！好嘞，啊，要來到傳統組位，4V 正8歲，新的腔面開始了啊！新的腔面啊！你興奮自雙禮拜過關嘅，恭喜總算啊！青南川的三班蕉，唔係，佢算一孫呢，佢算一孫啊！係啊，佢上去以後磨下來過呢，順呢，就連修啊！連修是館長做的啦。係啊，所以冇簡單啦，冇簡單啊，辛苦。之前還有個還有上啊嘛，燕婷嘛，對，燕婷以後就興奮。對，叫咩新局開戰啊！對，奉天不負苦心人啊，對嘛？係啊，我拼做努力啦，拼到大。新的腔面有新的朋友，舊朋友咩限彩？係啊，等下就透過堂去唱歌嘅。哦，比賽之前呢，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嚟。歡迎啊！李秋霞先生，夏啟貴先生，曾明珠先生，溫生瓊先生。好，來，先生介紹睇啦啊！來，今日進行今日比賽。TVB 係來自屏東林樂王梅珍帶來3個字。哦，來。
呦，来自林老的朋友啊，你好，东边过来呢，对对对，安尼彭佳慧哈，天后级的个呢，林莎啦，林莎。A 啦林啦，林落啦，林落嘅片，屏东春人菜，娘家的林落，你阿冇帶嘅片，人家帶到哪？桃園，桃園哦，加上你叫嘅。佢叫嘅哦，為師孫人嘅哦，佢仲啊有親戚朋友嘅呢，有阿叔啊，爸爸媽媽咧。爸爸媽媽已經冇出嚟咧。哦，係冇轉移嘛？冇呀，轉移從我姐姐話那個高雄左營那邊。哦，姊妹還待在南部啦。就喺你嘉義啦，嗰個你嘉義。所以全部已經算離開聯絡，係啊，相對北部發展。沒有我轉移啊，蘇聯攏提佢講呀。係啊，叔叔他們那些都在那邊。係咪聯絡都抄嘅？哎呦，每陣子咩動力會啊，叫佢新春時哦。新春時啊！哎呦，做宣傳時咩一難得咧，你有客家心嘛？因為想去個客家人嗬，啱過離開嘅乜嘢沙飛嘅時候都唔是講客，出沙飛以後還是要講客。講好咯，冇想講見面啊，都唔是我先上面好容易啊。係啊，所以講客話幾個少。係，而而家嘅企公所有嘛嗬，都有攀牙嘅客人。認真，我想講，這個客家人呢，冇去認真的話，會談對不起，講祖先，蠻注重田，冇講注重義啦，注重義，你想講，你想講，唱這個三大調有冇哈？三大調一定會字正腔圓。一定要字正腔圓，不是講想講，你靠嘅乜嘢客家認真有嘛？係去個個失望啊，係靠，都冇生意本來靠到呀。就開始做新春時，教音樂也係講教就先靠伊咯。因為我想講，我去個啲唱歌較會興趣啊，想講睇下講到嚟。的這個乜嘢？農業大擂台，看有沒有初試水溫的成績，實況啊，對，分享，係啊，按有心嘛，對嘛，唱到也以後，講真的，我知道唱到以後，唐先生嚟講下，唱秋下先生講邊下，麻煩啊，睇嘅本嘅印象就氣質好，講笑容好，表情親好，你生一講啊一睇白啊，老實話嗬。咁唔過你優點我肯定嘅啦，所以貴金方面嗬，因本下份會更加進步啦嗬。就你上嘅時候，當台上，你本身本人感覺你幾首歌都同你安台上度嘅唱，記得唱歌我要有乜嘅，你講高音準啊，唱得講高音準，中音溫軟，大音溫穩，但係審查條件佢嘅唔喺度要好好去注意嘅嗬。你唱強，弱你係要注意，我相信會更加好嗬。你咁樣所有可惜的嘢嘛，聽你機啦，電視機沒用嘅時間，因為你頭前用力把它唱，才後背時你起吧，我不足，才所以你輸音嘅時間，你比較快弱嘅會甩音。呢一方面係有機會繼續嘅嗬，呢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夠改進，加油！好，安子生，上個字頭，應該冇乜問題，冇乜問題啦。係啊，嚟看一下佢嘅分數。好，看一下黃梅珍嘅分數。好嘞。哎，你做得嚟啊，分數係啊，以後係啊，恭喜咧，恭喜！先坐好啦，先坐好啦。可以下，可以下。好，看會唔會上到用吧？啊，嚟沙落嚟。沙落喺陳春基帶嚟平板。來彈㗎啦。西海
本期子哈，个听人我拍到真的悍将，見每頓 set 到都安尼砰砰嘅呢，黑莓，有專業嘅人來電視台比賽就係用啊，大盤都講啊，充氣放啲果嘅，係冇哦。有個好處嘅，搓茶你們用。你們用啊？你們用？你講唔拍條那麼？對，你們不用矮啊？係咯，你冇用嘅話。腳會停，幫我拿一下。所以做捷運獎勵啊。哦，嘿哦。這個新聞好像已經過了。過很久。我們播出的時候已經是舊聞。過很久了。哦，因為用嘅關係啦，給他們青島興起啊，還有蔥果，係冇，有冇做事咧？做事應該當厲害啦，嗬。當厲害嗬。還好啦，還好啦，有運氣啦。講還好嘅人就應該當會做。應該。應該當會做。會做的啦。係咪做點心呀？對冇？會啊。做乜嘅點心？蛋黃酥啊。哦。粽子啊。哦。粽誒。大部分可以玩的就玩了。哦。炒鴨粿唔會做嘛？梗係唔識做呢。捏板。誒，唔識。哦，較麻煩。較麻煩。捏板較麻煩啊，然後有個蘿蔔絲嘅嗰種走嘅嗰種。最近捏板買一盒嘅你嘛？係咪？奇怪。你個阿婆都賣個市場賣出來，誒奇怪，人家的後生人因為奇怪，因為突然間好是捏板。真的嗎？有買原因嗎？就這幾天呢。哦，真的哦。哦，炒鴨粿賣得真好。哦，是。我好像沒有 follow 到。你沒 follow 到？對，好。做這個新聞這麼大是。哦，你可以有機會哈，適當做點心冇啦。好嘛。有哈，有機會哦，哎呦。有。等哦，好哦，來，從實來唱幾個欣賞嚟公平一下。好，呢最近之哈，佢哋帶來一個平板，我唔知基本嘢係樣嘅狀況啦，嗬。ที่我就有感覺講，而開生冇出來樣嘅，冇出來樣嘅，叫啊，就講邊啲講要強險嘅樣嘅創法，唔敢佢什麼創意，當然啦，基本上平板來講，不管在牛市方面，而嘅作用咧也好，佢全部就講平平順順，冇乜嘅問題。就為咧有感覺到講嘢，就強險到個廠，喺當生意去創意啊，都大個，喺自家深度緊張也有情況，唔啲冇講當佢放棄創意，但是創意啊係你不差，自家係你要注意下，佢用喺上用呢啲地方。可以用到了，就做的，好，繼續加油哈！好，謝謝黃先生。要向書了，我就向書了。沒有可能有些寒，天氣太冷。太冷哦，太冷，有點冷。哎呦，不好意思啦，冷氣不用錢。好了，來，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陳春琪嘅分數。61分，比較少2.5分啦，係啊，但是看後背，留下來幾邊留嗰個有平分呢，千號，係啊，好，按住這哈，陳春琪姐，一個一下，別當錯哈，謝謝，好嚟殺下來咧，殺來彭麗鳳帶來羅山歌，好嚟彈個啦。YouTube 我看了大概有20遍以上。哇 ！YouTube 那個金鐘的表演啊，對，真的很好看，所以你再捧20年都沒問題。你看20幾次哦，大概看了200多次。過來。
风啊。悲伤，来强悍心情了。快乐啊，在其中你讲字吼，那可能有上头有受过唱嘅，马莎，姚代伟有冇？谁是姚代伟？哎呀，装傻，不知道。有些枪啊，有些枪呢。槟榔姐妹花，槟榔姐妹花。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卖槟榔的我没有唱，是真侪人在拍。你哪来买槟榔？有像吗？有，从吉安讲。讲什么意思啦？姚代伟一讲啊，对，来唱台，刚才个紧张啦，有紧张，都是。那唐先生，冲出来唱民族欣赏公平哈。哦，地方小子，哈，人生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正，哈，也有认真啦，哈，高上呢可能紧张的关系，哈，我都耳麦地不都糖啊，专门按沙的上，哈，后来摸亲戚，哈，土妹啊，cái hà nàng nhâm trùng anh用音啦，哈。但是喺佢哋本故里啦，嗬，繼續加州佢哋有偏創心，嗬，讓別人來克服佢哋緊張嘅嗰種嘅，嗬，情況來改善，用人分數讓我拿下高，嗬，讓站下腳度啦。哈，繼續加油！好，我挺敬重和平相處。對，這上台之前多多少少還是會會維持一些些的緊張啊，稍微比較集中一點。但是上台那個腎上腺素爽一以後，最後某種用就展現出來。冇錯，好嘛，好，來看下個分數。好，看一下彭麗鳳嘅分數。啊，幸运啊，有，唱得也好啊，嘿，奇怪，真的还要加油啦，还要加油啊，对，你這個分數應該會離開呢，矮啲呀，矮啲，哎呦，唔怕啦，張哥轉來嘛，對，我真唱得動哦，上一動獎，所以緊張點點，緊張啊，有一些阿桑暗用啦，對，你下次記得，如果與緊張和平共處，有機會再來的時候，真的放寬心。上台前多深呼吸啊，吐氣啊，哈，讓自己心平氣和。謝謝，好不好？好，按住先對面當場，好嘞，殺下來。殺來牛亭打雷平板。好啦。没有
哎呀，林静，哎呀，啊，很好，哎，还 B 在赞呢，没，同 B 赞呢。你的 YouTube 我看了大概有20遍以上。哇 ，YouTube，那个金钟的表演啊，对，哇，真的哦，看了20遍啊，以上。这么看多吧？靠！哦，好看，看他嘛，那个200多万的那个观看率，你就贡献了。没有，同一个那个 IP 位置能算一个。对，只能从是吗？对，你会某通用哎哦，你那个 IP 位置已经有200万个，其他的还有更多，所以不止。不止吗？不止哦。哦，是这样，你是 YouTube 的人员吗？没有，是那样有说的呀。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不是，他就是一个 IP 就算一次，你看10次也是算一次啊。你看那个停音记就空一上百，真的很好看，所以你再缝20年都没问题。你看20几次哦，我大概看了200多次。应轨啦，后面表演啊。没有，就想说，其实这中国是中央啊。对呀，冇中央啊，冇中央啊，创3个，咱创完全冇中央。表演就中央的，对啊，心情当然中央的。人哋創乜嘅料啊，有啊，係啊，都個感覺啊，講起來感覺嗰樣嘅料啊，有上次咪要吃到安用衝動孫啊。因為變得講有的老師，有的有高的，有的有大的，等下又按樣，等下又按樣，等下又衝唔順。哦，你覺得吃到根本進來練習，你就緊衝緊好，係嘛？我練習啦，公司採訪。講真嘅，做乜人唔可以學也神體條，超難嘅，超難嘅，對啦，咁學。對衝流行歌嘅正經啊！給他考人家的，我講，這欣賞的，太厲害了，真的，我覺得老師們真的太厲害了，真的。衝出嚟，懂難了，懂難啊！唔講建議4年就好兩條，很衝了冇用，有來有準啊！對對對，我哋衝出嚟搶歸欣賞的公平哈。欣賞好。新劇特產主持人峰哥講嘅，正式3大條哦，愛唱到好唱到柔軟哦，確實唔簡單嚟。當然。今日咧姚小姐唱了跳平板山歌，幾條山歌彈起來哈，咬死啦各方面全部一品順啦哈，看你係對咧唱歌當有經驗嘅就唱將哦。咱電影係講唱流行歌唱多啊嘛個哈，出人聽講嘅唱幾條歌當品順以外，我概念本意。2點嘅小小嘅意見，你係能夠講，你每講一講啊要道理，講得接受佢咧改進嘅話，我相信你3個會很好。哦，好來。第一，人生兩邊是加咗數字，人生了調節，人生了把那個流暢度哈，那落起來些，可能會，我是個人意見啦。香港。我發覺講音律係講平常時流行歌唱當多啊嘛，秀妹音咪些啊，你們有國語講戰音哈，你們流行歌。抖音哈。哦，你不要學我嘛。我哋普通山歌界嚟講係為冇個的音啦，你可能係唔難哈，我本身我唱嚟對這個揣摩講，你容易係講過去啊。後來講經過啊，貴下上經過去，你是唔會用機器抖音，呢點大家喺度互相探討。希望你能夠看到好成績啦，加油啊！好，什麼欣賞？老師在講，有在聽啊。有啊。有糖的，有糖呢就好多嘞。吸收啦，好，來看一下人家分數咯。看下牛婷嘅分數。你们抽中医哦，有開心就好，開心就哎呀，很開心吧？對，我沒有那個想法啦。哦，你覺得來倆衝過防疫啊就好了，我一定會抽中醫了。得失心冇完重，對啊，因為坐上去可能史官就要離開了。很好啊，請我啊，沒請我啊，自動就變新傳師了。嘿，喺啲人一變色管高面高管呢，
做行传师。嘿，就神枪就做行传师。你做这搞太假。嘿，好嘛，好，按姿势，谢谢叶坤义，好的，唱操。那啾啾啊，哈，啾啾啊，拍他有点可能看到个分数动听啊，用唔到现在，好像有点迷失、迷走。好来，杀来，好杀来，陈立门带来罗山歌。好来，弹个啦。山当山，喜鹤同南，两边。开从啊，河头亮呐，梦工作呐，啊妹了，读书啊，梦排场呐。里面那个看到了哈，你看到你大礼拜看一百，看到你当翻译，真係要翻譯啊！翻譯就好，翻譯就心情就好，心情就好，心情動好，心情你還要退休咧，上到兩三小面當好，啊小面，對。笑面，好，你想到哪裡咧？按西煙的小面，感覺怪怪嘅。係有些白啊，笑面，看到人家笑面就歡喜。對呀。哎，你看到人家笑面咩動歡喜？有太多人嘅發臉，有後山後水啊。係啊，心情就好，保持得動好。是冇了啦哈。啊，河山河水就是冇了了，冇放片啦。是冇了。交通冇放片啦。但是很愜意啊。係啊。當愜意啊。第一片，賣嘛東西一點時差係，然後又發到去賣東西啊，輕鬆。冇方便嗎？輕鬆下。哦，你帶動作下。你賣東西嘅所在要很有半點鐘啊。哇！你帶樹鳳誒？山檔我帶福利係肉利下係。哦，我都台東嗰邊。要台東隔壁咧。嗱，台東上隔壁嘅。就六日隔壁嘅呢？應該係關山呀，慈松，富里嗰啲慈松，慈松真係六日。關山真係六日。咪跳蟲誒，中古東蟲啊，真係中古東蟲，富里哦，難怪你買東西要439。對啊，啊你款線上嘛現在啦，啊，喜劇人嘛當然啦。哦，佢嗰邊冇太語言啊，冇太語言啦。哦，嗱下就下飲從啲就送花蓮嘅啦。哦，瓷器嘅片，花蓮絲嘅片。所以嗰邊沒有動到嘅呢，乜嘅？就是他寫個小醫院，診所可以啦，做得啦。不是有什麼？你嗱就下飲從個樣班要檢查㗎，一定要花蓮。哦，他太。要食皮啦。
主要是小毛病做的啦。对，所以身体要顾好了。身体也重要，身体要顾好了，身体健康较重要。对啦，好啦，冲太安尼，冲太嘞，公平啦。好，请求下欣賞公平哈。好嘞。好，基本上哈，看里面的肉三哥。创起来又比以前他进步啦，最起碼唔會僵黃黃嘅啦。哦，僵偏偏，僵黃黃。以前創過咗乜嘢啦？記得嘛？誒，所以我哋上大樣啊嚇。無論創乜嘅歌曲嘛，就係講個牛師啦。你基本雖然創咗以後來講，唔過你第三季、第四季歌嘅多少來自無奈講基本哦。你個兩隻師兄冇多少來就講分數會更加好。嚟今日嚟講嗬，裏面嗬分數嚟講，雖然冇達到講最高分嘅，我相信可能會比以前嘅分數還更加好。好，先生，哎呦，請目前新高分田記錄都有睇到。哎呦，兩位都得嘛，是呢比年早出現咯。唔盲錯歌嘛。唔是錯歌，田記妹還蠻錯歌。哎呦，看一下，來。哦，看一下陳里面嘅分數。哎呦，林 K 有欣賞，還有貝麗姐，叫毛驚，兩位好，調安用誒，調中還打給他，扎到來了。我們剛才說要我靠着他，他手向這邊，然後我這樣，結果他就握着我的手，我們就很 ending 就有點卡卡的。我想說對的，我卡卡的時候呢，就遮住臉的，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perfect ending，perfect ending。看一下陳里面嘅分數。哎呦，容易里面太過。哎呦，現在避免炸嘞，容易按用油槍，等松避免炸波比。來，天天的行哦。坐好了以後啊，對鏡頭大手幅啊。天天。三個音樂會，哇！今日呢音樂會啊不得了，有搶到啊那個竹東田傳業比賽嘅對唱組誒，得獎嘅線數。係喲，來到節目地位度，唱歌本台就談。對唱會動用咩傾嘅？咩叫錢哦？夾索，喺人講夾索，夾索，對吧？誒，啊，你節目當中咁直接是對唱歌？唔講唔同嗌嗎？係啊，你用啥嗎？有冇？我唔記得呢。有必要嗎？好像不用吧。可以調個時間有啦。三個六，衝啊！你係咩對唱？你係合唱。合唱啊？誒，對唱唔一記嗌一記。哦，你冇咁樣啊？係啊。春啊，你啊，樹啊，夢啊，夢到啊，只頭上我來喲，啊，只頭模樣會安多。切啊，個龍嘅光，班門弄斧，覺得兩個意思啊，係冇？對。哎呀，這個講真，哎呀，青菜在辣哦。亂衝。開玩笑啦。好教聽聽啊！專業要等下來衝誒。對，做本讀啊堂，個真會衝啊，你對衝組嘅啊，就國術啊。冇錯。對，先人來分享嘅第一名嘅係嘛？林克雄還有邱順芬帶來陳思雲，唐有一唱一三年嘅名嘅。係咪陳思雲？佢做乜唱嘅三年嘅歌？啱啲誒，等下好啦，歌名就很多陳思雲嘅，唐哥呢？三更
真啊是云，唔系阿哥又是谁呐？当真系你错来咧。哎呦，今日二哥来买茶柜。 三郎唔会错。半夜讲你说是非，哎呦呦，心那翻译，干是我浪费哟。 上岸度夹夹来开门，富里下船张氏，真那是雨，落石公义的那。我本来地马街呀。 相亲又相爱呐，相到我是来说话好，哎呦呦，夹开门，一家来团圆哎呦，林克有欣赏，还有贝丽姐，叫毛惊，叫毛惊，两位好，两位好，好久不见，调安用调安用哎，调中完打给他，扎都来了。我们跟韩说要我靠着他，他手向这边，然后我这样，结果他就握着我的手，我们就很 ending 就有点卡卡的。我想说，对不对？我卡卡的时候呢，都遮住脸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perfect ending， perfect ending， 嘟嘟哈，跟情绪行都给骗呢，是吗？刚好有点那种打情骂俏的感觉，这样很好啊。第一百场最后我都忘记了。对啊，应该是说。来，等一下，因为两位哈，这空阿磊合唱嘛，你听一秒嘛，你刚刚讲到陈思允嘛，陈思允都带黑慢音。是谁呀？哎，那陈思允哦，你在头摆古代哦，非常喜欢看戏的戏迷啊。有周太医哦，大胖就会戏宽，嘿。哦，那这样就是宽都有名嘞哦，太感认识。后来有一天哦，他回家好像遇到大水，
遇到那个花莲大水灾，就大家都知道他被水冲走，从事原住花莲，对吧？古代的大古代了，就被水冲走，冲走，隔了一段时间，人们又看他来看戏了。大家都知道，他甲第几戏的了哈，灵魂出窍了，真的。所以后人纪念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叫《陈思云》。就味道清好看戏嘅啦，好看到就算人过去咧，还会转来看戏。纪念记，还要从另外一个维度有这样一个段子就出来。那表示舞台上那表演者很吸引他哦，对吗？就像梁威强用。对，所以梁威也看啊合唱比赛，斗阵比赛当久的嘛。当久了吧？没有2-3年而已啊。2-3年，有一层的啊。3年还两个合作5年的呢。对啊，对嘛？你那边拢死的呢？张死啊，张死。为客家付出5年，对吧？对啊，所以3年的时间，安尼 make 应该当好啊，不错啦，所以算不错啦，只是刚刚就是方向搞不对。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感情很好了，大家很熟了，就不对，你挡到我的脸，你就要有啪。走满那个应该是说哈，我们就是开始练对唱，大概就是3年的时间。那大家知道对唱就是很着重肢体动作，对不对？但是这是我们最欠缺的。真的哦。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很欠缺哈，我们常会觉得欠缺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补强，比如说歌声啊，跟表达方式啊。歌声，讲到歌声，你用啥条？他谈到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知道吗？对啊，你现在唱歌的这个功力怎么会进步神速哦？进步很多呢。你特别咩呢？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打擂台的时候，我唱完的时候，你呢就说后生，就学我的第一句准音啊，抖音，说我抖音。但是我发现我抖音是不是紧张，是因为我可能发声的习惯的关系。现在还有抖音，只是我要慢慢克服。现在懂稳。你有跟你女儿交流吗？你唱歌有一些像人摸的，人家声音。跟他交流的话，我不会想操，我演，应该是摸也像妈妈啦。妈妈讲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啊，人家摸也没懂会冲啊。对啊。哎呀，所以芬姐真的很厉害，只是哈，你刚刚讲说这一些这个表演的动作，你可以请教你女儿。人家摸也就懂厉害了呀，对吗？哈，他亮相。你要冲那个人家唔加前面讲嘛个。我们这拉都拉错了。对啊，唔加替佢讲嘛个。还盲冲的时节讲嘛个，盲冲来三龙卖茶量3年了，接接到教书会赚啊，10万时间。那是比如讲我选行路，行路哦。来三龙卖茶已经2-3年的时间了，因为我对阵江头，2-3年的时间了。因为有这种感觉，对，你出来时间啦，你出来时间，哎呦，你会有啥了？那3公半夜用修棍哦，多得贵耶，擘开了，我有安尼感觉。但是我觉得我那一段的表达方式还不错，3更半夜嘛，我就那声音有点凄厉的出来，我不错啦。你那个比较夸张一点。不错，不能自己讲啊，对吗？他有自信也是好事啊。对。哎呦，今天没有贡献哈，你呀。你看那个讲笑，我再讲一个短的说法。收口，短那句后来哈，短那哦。有你了，给川普总统哦。哎呦，OK， 金正恩呢？哎呦，用啥？开会完毕哈，自己逛街啊，看到一家很像样的面包店，哎呦，就喊落去哦，肚子很饿啊，你要觉得量大重痛，平常都不带钱的啦，都会买的呀。有水桶啊，看到那个变面包大概很好吃，金正恩就把它偷了3颗，趁老板不注意哦，然后偷拿3粒，带在大口袋里边。这个国家领导人还有这种跟川普讲，你看我多厉害，我不用跟对方解释啊，不用，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就我怎么棒啊，很棒哈。川普说：“难道你人生就是这样偷窃、不老实这样度过了吗？我告诉你，我很诚实，俺是讲谎话，我一样跟你达到一样效果。你可以吗？那可以。老板过来，老板说你怎么样？我变一个魔术给你看。老板说你要变魔术，你拿一个面包给我，一下就把它吃掉了，那很好吃。一个还不够，再拿2个，又拿3个面包，吃下去。”
老板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变魔术崩来宽啊？我现在就给你啊，我让你们知道我的面包吃到哪里去，见证奇迹的时候开始了。我刚刚吃的面包，现在就跑到金正恩的口袋里边。”哦，哎呦，哎呦，这个笑话一定是美国人发明的。哎，对，哎，很跟上时事啊。对，两位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什么？哦，希望继续做对冲共同合作，哎呀，安尼对冲下去，哎呀，发扬咧客家文化，好，好，安之西，多谢，什么分理解柯永先生，安之西，多谢，好，真系两错，哇，好，对冲做天一名嘅哈，天一名嘅沙雷，係天一名嘅一天法，還有總係一帶來是把上松。嚟，彈我啦。在心中，路途遥远。
国你好啊！所以你要表演哦。哎呀，好久不天法欣赏。好久不见了啊！好久不见，几年冇来呢节目唱歌。1年啦。真係1年lang添嗎？差唔多吧。差唔多，差唔多。如果我越來越好上啊！有冇唱過啊？唱過啊！多唱過都好上啊！哦，唱歌嘅心情會好。會啊！真係會啊！咩好上？係啊，係啊，你咩共用？還是大班好上啲？大班好上啊！係懂路。哦，係咩懂路？差唔多。唔係，係啊。唱唱歌完全冇嗰種感覺。係咩？兩位真係都很安利哦，難怪聽名對咩？係啊，因為鬥強啊。嗌啦，丁華老師兩位客家山歌團嘅團員，係客家山歌團呢？哦，對，師兄啊，師兄，天馬先生只表演啊，之前以前有看過佢做嘅戲，係要做舞台劇，復刻食堂係作係之前要係作。見咩所謂人哋客家文化工作者？係啊，哦，最近咧無限聊。山歌團咧，李建明先生，冇錯，係嘅楊雲庸先生，咩當叫冇看到佢啊？都無限啊，即係順利啊，佢都發通動到啊。真係啊，就是當年有巡迴演出，巡迴嘅演出。所以做咩客家主要你看。1-2點鐘，全部都看人家的起燈啊！啲創意還有公演有表演，歌舞劇嘛，歌舞劇係做，歌中帶舞，舞中帶劇係做。哦，獨創嘅也有，合創嘅也有，團創嘅也有。綜藝嘅咩有錯係冇錯係。哎呦，董金菜啊！幾點董金菜？睇住個係在人家附加賦權的發作的支持一下。對。其實你啦，客台嘅封神舞台有放啊，都有嘅錄像係。演出有錄像，有啲客家睇演咩播出啦，所以現場要有錄起來，咩有啲安尼客家電視台有播出來用。哦，時段呢啲那就時段。有專門客台咧，客家電視台每天啊，有上時下晝吧，下晝嘅時間。哦，就是空檔時間，他就趕快把這個好看的這個影片播出去。青島總比朋友好看嘅客家睇戲啊。對。跟山歌。你合唱團按多年。做嘛？你用 TPP 不先強啊？你有冇先配人？你有冇先配人？有冇哦，因為我老記有一擺嘅對唱嘅那個經驗嘛嚇，知道一對答嚇，古說一對答，就有一擺就經驗啦嚇，就都好我在6年前有參加那個比賽嘛嚇，拿第1名嘅啦梁淑玉嘛嚇，梁淑玉。哦，梁淑玉。因為第1名金賽3年，啊，再加上疫情3年，就6年。6年咧。說給今年啊，這種試看啊，再來比，啊，小門都喊一個你有興趣要嚟比下冇？講好啊，就來參加。前創年咧。係啊。哦。講到唱歌嘅歌唱技巧來講，韓怡姐姐喺那個節目當中冠軍歌手嘛，對啊，天發先生冇嚟參加過比賽嘛？冇嘛，係參加足動嘅田賽嘅比賽。田賽嘅比賽，因為佢唔是比賽，佢就會冠軍歌手嘅。唔敢。對，我相信當到朋友咩想話，都在唱歌，我讓我來唱。平常我讓我來練習。可能咩有朋友想去參加對唱組嘅，我用蠻來對唱，漳州的唱兩山厲害。係咪？我知道對唱係兩山make 嘅。我記得啦。韓國嘅經驗，像丁華老師佢本身經驗當很豐富，係舞台肢體語言都當強。我兩大其實2擺比賽，就練2擺天。1擺喺公園嘅時間。練2擺哦。練習2擺。哦，1擺喺公園，佢來新竹兩年練。啊，報名喺上班以後，我去台北練，是練2擺係。哦。比賽嘅時間是。就溜起來按空檔嘅時間是兩大都。其他地方是在復習，是上台嘞。這個已經跟我們專業的人士差不多了。差唔多啊。就是我們有一些重要的表演。他台型嘅表演咩樣？練2-3擺就上台。2擺3擺，佢都上台。還有歌曲嘅選曲當重要，我先適合2個人唱嘅那個曲調，音調差唔多，能夠音質可以放得來。再加上講，因為融入喺歌詞當中，了解個，呢首歌曲到底係唱乜東西，容易歌
上比方你感情呢，你再来两啥对抛哈，就说的演出在歌词当中，其实背后他的意境。哦，所以理解词里面的个意思就差。我献出歌诶，key 我个音乐我试下亮啥。对啊，搞不好以后真的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就结合起来，对，出现在田专业比赛。我是汪董琴呐，来闹事。哎呦，讲你用啥对冲组拿冠军，我们就是新传师嘞。真的哈，新传师，这神将啊，冠军就坐在神将新传师。对，高中欣赏，参高中有讲过，迄个是参加田传业有提名的，或者伫安尼农业大擂台比赛有提名的，就做在直接升级。做完的新传师，都在神枪做新传师啊！对，好，哇，真的两位非常欢喜哈，青山然后他响艳，真的有请到两位的来节目，多谢咧，天马行山韩记，安之 C， 还有几位再过来唱歌我们大家，好，安之 C， 多谢，好，唱歌也很好，谢谢，安之 C， 哇，这个是戏服嘛，好帅。真的哈，天发欣赏嘅三夫，对，唱客家歌还是有客家嘅元素啲啦，哈，对，哇，今日非常讚到啦，哈，對充足嘅頭兩名，很厲害，係咪啊？我相信當到觀眾朋友看到沒有，哎呦，好容易，盲眼想去參加，啊冇啦，等下就坐在度參加你節目，心癢癢，我也想去參加了啊，但是參加之前。那大本練習真好，安尼老嘢打擂台，親針。大天八擂就做得咯，人叫667人，人6人就做得嚟嚟比賽咧。係啊，好，積極來報名哈。朋友睇住個。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多謝，阿妹要多謝安尼。嘿，這種田傳一堆充足6名啦，安之 C， 什麼新兵好朋友，什麼小天老師，我們最欣賞安之 C。辛苦嘞，謝謝老師們。什麼原創嘅觀眾們辛苦嘞，安子 C。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天都準時時間呢。農業大擂台，農